大家好，我是翁立友。各位喜爱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让你们久等了，好久不见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在今年的4月，我即将发行最新的专辑《真心累》，希望到时候大家多多支持哦。在新专辑和大家见面之前，不知道大家对我过去的歌曲是不是有一点点忘记了呢？现在邀请你们来参加最爱翁立友好歌票选活动，只要你在豪记的官方频道这个影片下留言，告诉我你最喜欢翁立友的是哪一首歌曲，到时候就会由我翁立友唱歌给你听哦。你可以点这里参考我的专属歌单，告诉我你上爱喜欢的是哪一首歌曲。感谢大家。